好，嚟日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小神仙咧響後邊喎，嗱眼罩暫時包尾嗰匹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外邊嘅上上感恩啊，出邊仲有兩隻噶，果然得啦，紅中烈馬最出綠色衫嘅，守住埋邊第四位有冠寶區，第五位黑衫係焦點啊，內欄紫色衫，藍眼罩有皮具大師啊，出邊啊齊歡聚落走埋上去啦，藍衫響外邊呢，仲有海泉七福啊，後邊嘛利顯天下領航傳奇啊，小神仙響尾四啊，拍住佢仲有呢隻就萬事靚啊，外邊啊咁啊響個尾位置啊咁得意啦，暫時大墮後嗰隻呢，咁啊就係烈火駿馬嚟噶，咁啊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嘅時候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係嗰隻果然得嚟噶，外邊呢，好大隻好大步啊，一路執起佢啦，有呢隻就齊歡聚落走咗上去啊，埋邊第三係上上感恩啊，咁啊外邊亦都上咗嚟啦，紅中烈馬大面箍啊三四位到啦，第五位半寶區啦，第六位埋邊呢，仲有皮具大師啊，拱出去出邊啊，黑衫係焦點啦，咁啊海船七福俾佢帶埋響去外邊位置啦，後啲嘅馬啦，只有領航傳奇馬啦，咁中間利顯天下，尾四內欄小神仙，掟大外檔金得意，尾二萬事靚，搖搖包尾嗰隻烈火駿馬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就果然得鬥緊齊歡聚落嘅時候啊，冠寶區中度率先上嚟啦，外邊上嘅馬仲有焦點啦，最出嗰邊係金得意嚟噶，咁啊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係冠寶區，中間係焦點利顯天下，外邊呢仲有領航傳奇，最出係金得意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冠寶區拋離群區，先拔頭籌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利顯天下，出邊領航傳奇，最出仲有隻金得意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冠寶區唔係佢帶頭喎，有馬帶，佢大約跟守住個3、4位度啦，咁啊結果將對手拋甩贏出呢場賽事啊！利顯天下8號埋邊，咁啊外邊淺藍衫領航傳奇第3。